最近咧有好多香港嘅街坊問 Ivy 有冇100萬總價左右大裝修嘅生房推介呢？最緊要係交通方便，同埋咧全新嘅樓或者係次新樓。咁我今日咧係整理咗周邊呢10個樓盤，可以幫你慳翻2日嗰個睇樓時間。咁今日推薦呢個話咧係中山中積苑板塊。咁呢個板塊咧，咁可以從下邊呢幾個點去推薦嘅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。第一個，佢係交通方便；第二個係配套成熟；第三個係樓齡可揀性比較多；第四個係居住嗰個人群比較舒適；第五個，咁佢周邊嘅環境比較好。咁首先講嘅係交通。咁交通嘅話咧，呢個板塊咧係位於中山嘅博愛7路同埋中山6路。咁講起博愛7路咧，佢博愛路咧係全程冇紅綠燈嘅，咁佢可以無縫連接咁接駁嗰個中山嘅長江路啊，以及翠亨快線等，可以30分鐘左右咧就可以抵達中山各個鎮區啦。40到5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深圳嘅寶安機場等地。最緊要呢個板塊咧係3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嗰個中山嘅博覽中心。博覽中心嗰度咧就有深中巴士咧，直接坐車翻去深圳或者去到機場等地。然之後講中山6路咧，佢都係中山嘅一條主幹道。佢咧亦都係無縫連接中山嘅各個主幹道，咁啊可以快速啦去到中山嘅各個鎮區，同埋嗰個地鐵18號線依家喺度收緊嘅。咁配套成熟方面嘅話咧，咁佢5到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中山嘅三大商圈啦。第一係富日城 Top Party， 第二係星河 Coco City， 第三係遠洋大順。咁5到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以下呢啲公園咯，比如係紫馬嶺公園啦、金鐘湖公園以及東區人才公園以及東區嘅金智山公園等等。咁5到10分鐘咧，亦都可以去到中山嘅3大三甲醫院啦，人民醫院、博愛醫院以及火炬開發區醫院等。咁5到8分鐘咧就可以去到中山嗰個高鐵站咯。未來咧都會連接咁地鐵18號線。咁周邊嗰個樓盤選擇咧會有5個新盤以及5個次新盤去推薦嘅。咁居住嘅人群咧，咁呢個板塊咧係臨近東區嘅。咁會有啲東區外業嘅人士或者係周邊單位啊，同埋企業主咧，會選擇呢個板塊去居住嘅。咁佢周邊嘅環境咧係冇污染工廠啊，同埋啲小作坊嘅。而且呢個板塊咧係臨近中山嘅五桂山山脈，咁佢嘅空氣負離子含量啊都係比較高嘅，所以佢空氣質量咧都係非常之 OK 噶。咁再講呢個板塊推薦嗰10個樓盤咧，首先講嘅係5個新盤。第一紅水一品，咁依家喺度在售緊嘅係101到163平嘅，咁個單價咧係12000起。咁第二華虹景悅軒，咁佢在售嘅咧係98到162平嘅，單價咧係11500起嘅啫。第三係遠洋新天地，咁佢88到266平，咁單價咧係低至10000幾百起嘅啫。咁第四係德寶怡高，咁佢在售嘅係108到259平嘅，咁佢係無區交付嘅呢個樓盤。咁澳豐天意咧係由88到120平，咁單價咧由9600去到13000蚊嘅。咁呢個5個新盤入邊咧，只有德寶怡高咧係全無區交付。咁然之後再係5個二手次新房，第一金色年華，第二係東方明都，第三係水木年華，第四係廣聯博爵，第五係萬科柏悅灣。咁呢啲單價咧都係從幾千蚊到1萬鬆啲嘅都有。咁點解會將萬科柏悅灣放翻入嚟呢？因為萬科柏悅灣已經係超咗10年嘅樓齡啦，但係咧佢周圍嘅環境係非常之 OK 嘅，因為門口咧就係高爾夫球場啦，所以將佢列入咗呢次推薦嘅名單入邊。咁呢10個樓盤入邊咧，大家如果有咩疑問咧，歡迎隨時諮詢我。Ivy 咧喺中山做咗15年嘅地產，一直服務於一線，咁服務於廣大嗰個業主同埋客戶，咁對各個樓盤嘅優缺點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熟悉噶。咁
中意嘅話咧，幫我點翻個讚啦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。